讲到这国防部有公布讲，昨规天呢有6架中国军机、8架中国军舰来扰乱台湾。那这美国新任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阵，伊也讲，强军可能把这封锁台湾的军演变作是常态化咯。美国就要确保这北京当局就要了解到，这美国会拍拼阻止中国对台湾的两侧攻击。国防部公布测试规日，查到6架强机、8架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中向武器威胁拢无减少。美国新任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指出，强军可能封锁台湾的军演已经成做常态。美国爱确保北京当局明白，美方会努力阻止中国对台两势攻击。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monstrated grow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persistent pressure operations, with military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increasing by 300%. China'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near Taiwan are not just exercises, they are rehearsals. 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进前也示警，中国对台海军事行动毋但是演习，佫亲像是彩排。最近，伊伫一场智库论坛中表示，强军大大提悬军事活动的强度，已经毋是慢慢来，是真紧冲。佫讲强军过去2年来，演习深度甲广度的变化速度出现飞散性，互伊袂当困。毋过帕帕罗强调，若即马爆发台海冲突，美国依然应拍败中国，也对美中海军实力差距提出严厉评估。因为中国作战速度超过美国，可能影响区域稳定加战略主导权。现阶段，由于中共的海军实力大幅增加，不管是空中的兵力投射或海上的兵力投射，乃至于海警，都会形成一个对台湾的包围之势，甚至可能会由延转战。所以，台湾应该要把握这个短暂的时间，快速增加自我防卫能力。中国快速扩张军力，美国面临的挑战愈来愈严重。军事专家建议，台湾应该增加反舰飞弹、加备无人装备，要求成军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